后来乡亲啊，若讲到这个武侠小说，伫个全球华人的世界公认的经典，就是金庸的作品。今年嘛拄啊好是《神雕侠侣》创作满60年，所以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特别来策划着金庸主题展览，会当看到小说内底所描写的场景，也阁有金庸将来毋捌献光的手稿，相当的珍贵。 射雕英雄传内面的桃花岛，甲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咧弹歌王，这拢是金庸笔的经典场景再度重现。伫老顽童闭关的山洞内摕特技，一手画四角形，一手画圆，练伊心中用的功力。哈！阁有欧阳锋的独门绝技，卖使做为挑战。 金庸小说的经典名句，化身做签诗，会当解读心中的疑问。加入伊武侠小说的主题展，卖当体验趣味的互动装置，也会当看到伊珍贵亲笔的手稿，甲历代各种版本的武侠小说，展现伊伫武侠小说界无人会当取代大师地位。很熟悉的感觉，就是对，熟悉。最喜欢哪一部？应该还是《射雕英雄传》吧。伫新媒体辅助，也阁会使来练一个衡量18奖。 会当讲是全球头一次举办的大型特展，会持续到9月份，互武侠迷当看一个金庸所创作的奇幻世界。